我哋今次嘅活動啦，會用定向啦，其實係因為想佢哋穿梭喺呢個公園，有唔同嘅任務。咁佢哋做運動之餘咧，都增加佢哋活動嘅趣味性，一啲健康常識嘅問答、體能嘅考驗，同埋佢哋都要同路人咧去做訪問，去介紹一下健康相關嘅知識。特奧健康信使呢個計劃唔單止係身體冇病痛咁簡單，仲涵蓋到佢哋心理健康、社交啊同埋生活習慣。透過提供相對應嘅培訓俾佢哋，建立一個正確嘅健康觀念同埋自主生活嘅能力。我哋都有同營養飲食或者係情緒健康相關嘅課堂。咁另外咧，我哋都會去一啲生活營或者係線上打卡啦，喺自己屋企去做一個1分鐘嘅踏步，希望加強佢哋對健康生活嘅觀念，都希望佢哋走出去，推動佢哋去參加我哋特殊奧運會嘅其他體育或者係一啲共融活動嘅。